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美国总统川普总是一个新闻人物，美国总统的威严敢是破大空，常常失手光临是变。5月14，各位去中国，那么伊朗的问题敢通有解决的希望？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宜中，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锡，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香港抗疫国际评论主笔刘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看美国总统在参加什么场合呢？美国的白宫的记者协会暗演，那么这个枪击案引起了安全的顾虑。那么除了金属的探测器，东港的来宾拢无检查身份证件，摕到门票就当入场。那么嫌犯嘛可能是伫活动进前几天就带来到饭店来住。闪过了检查的这个定数，而且这届美国一大阵的这个大官呢，拢接到位，而且呢，拢是同一个地点，引起了完全的这个疑虑。敌人嫌犯提前险后美国总统川普离开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现场，这场发生伫美东时间2号暗时8点35分的枪击事件，引起外界对川普参加活动时的维安检讨。迄一天，所有人客拢爱通过金属探测器才入场。暗过一名租家，他的门票无检查身份证件，甚至有人想要用旧年门票来过关。迄时危险出现老高，炸刀甲枪顶各种武器冲过安检的凶手，意思是晚宴进前几天就带入饭店，这事过当中这基本的检查定数。Quite frankly, I don't believe that he was able to get that close. I've been in that hotel. You know, that's the infamous hotel where Reagan was shot in 1981.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knows that hotel very well. They've set up this layer of security in the security plan for decades now. 年度的白宫记者晚宴，川普第一摆用总统身份参加，因为伊进前一直抵制安尼活动。除了川普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防部长甲财政部长等美国政府官员用要拢到会，整体行政员表示，真侪政府官员拢伫共一地点，实在互人真烦恼。I thought to myself, is it smart for us to broadcast that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be at the correspondence dinner, you know, after a decade of a sitting president not going? And so I would say that would really be my only negative feedback, is that perhaps the president's movements should not be broadcast. 嫌犯创入会场甲特勤人员交会时阵，枪支带着一个探员的防弹架，这探员安全应完全康复。2号的晚宴是川普这几年拄到的第3摆攻击事件，另外2摆是2014年7月宾州自杀大会，甲同年9月一个18人伫福州高尔夫球场外口去枪击点，互特勤人员掠到，所以美国官员也提出建议，爱川普未来参加公开活动时阵爱穿防弹架。公司新闻新竹报朋友。其实咱一般台湾观众看起来，敢若当做一些八卦咧听啦吼，讲安怎比安怎。其实这是真严重的一项代志吼。美国总统，若是美国总统，如果咱家己的总统同时间正副总统同时出席一个场合，咱应该是袂安尼做啦吼。啊，首先我要请教罗老师，罗老师有住过这间饭店吼，这个地形地物应该真理解。老师甲咱讲者，东港你观察的情形是啥物？第一点吼，这个饭店算讲是伫华府遐所在非常咧开花的一个饭店，嘛真有名吼。唔敢讲迄个 Reagan 以前迄当阵就是伫迄旅馆的头前嘛，互人枪杀，啊当然无死啦吼。啊，但是包括讲旧年吼，白宫的这个伊的记者的这个暗会嘛是共款，伫这个饭店来举行来举行，所以讲这个饭店已经
去用几若届吼，真侪一个真大的活动，嘛有迄个总统去遐出席过，所以讲这毋是一个新的消息。啊，照讲吼，像讲这个主要是这案回本身啦，因为这个案回哦，实际上去年。伊拄啊有人咧讲电视啦，有人咧讲，迄个总统拢无咧出席，但去年川普有出席啊，出席去年的活动。但是安怎讲？去年的活动是安怎？是迄个主持人吼，要骂迄个川普这个总统啊，结果互因真生气，所以讲叫这个主持人讲要换人吼。所以去年的风波是即款啊，今年讲啊就换一个算讲川普感觉讲较感觉较运动较舒适的一个主持人，啊算讲一个戏剧的演员嘛吼。来遮来，所以讲伊愿意过来。所以即摆来讲，咱讲你维安的即个代志吼，应该是讲因为即个凶手，伊先带去迄个旅馆内底，了有法度对伊的迄个房间落来，啊，佮自枪吼，甲伊的枪佮甲伊迄个，够有时间通好组枪，组枪了后，佮会当要冲去内底。啊，但是你讲你冲去内底，伊迄个时阵拄到是安怎？所有人拢已经入来啊。算讲伊对外口咧看维安啊，甲看因即个算讲看 passport 还是看伊迄个身份证，而且过程差不多结束啊，要准备要收啊，啊，伊迄个时阵冲入来，就利用迄当阵，吼，那我感觉讲嘛是算讲运气真好啦，因为伊差不多也未冲入去，都互人叫人炸起来。嘿，所以即马讲到讲有人说，那会这款的人，那维安都那么安尼这么疏漏吼，但第一点，这个人是先带入去。你袂当讲叫这旅馆吼，因为总统今仔日要来吼，所以讲前一礼拜所无人会当带入去，袂当安尼做嘛。人习近平拢安尼呢。这是习近平。你看咱包括讲人讲关键基金会每一年拢会办一个足大的那种凯达格兰论坛，对无？啊，总统拢会去遐致辞啊。啊，敢有讲迄为着要致辞，所以讲头前一礼拜，吼，全讲迄旅馆净空，马都互人入来，无可能嘛。所以讲主要的问题是讲吼，你知影讲一定迄个有人就讲你无法度对每一个迄个乘客，吼，你带伫内底的即个旅客，拢家做检查，所以讲必先头前的即个维安，你要安怎来处理？结果有法度伫迄个楼梯间来做伊的枪，吼，了后佫有法度对迄个所在起来利用，所以讲即整个即维安吼，已经开始要收的即个时阵，吼，算讲伊迄检查的即绵密程度上低的时阵，对迄个时阵抓入去，所以讲是即个问题。啊，但是也是讲。这个凶手吼，有人讲伊神经病啊，啥咱唔知影。但你看迄伊是大学是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这是足好一间学校。迄多部的呢。嘿，啊，但是那迄硕士走去读一个算讲较无名一个学校啦，所以讲大家都开始怀疑讲，这到底 mental disorder。嘿，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那会安尼？因为照讲，我嘛熟悉真侪 Caltech 出来迄个学生啊，因到来基本上算 average 的人吼，拢会走去长春藤继续去读因的迄个硕士，还是讲博士学位。所以讲走去算讲，迄间校去读硕士对。背景嘛怪奇。嘿，为一样怪。嘿。啊，除了老师他所讲的吼，但是我咧去想讲，既然吼，这个维安。有无法度克服的这个弱点吼，啊，就归去，就莫踮遐办啊，敢有法度？我想遮吼，你应该是讲，因的迄个记者暗会先决定要伫什么所在来办，了后伊讲你要邀请总统过来，啊，总统会当决定讲，我想要过，要去啊，我爱去嘛。啊，但是昨迄件代志吼，算讲有一个新的 complication 是讲。因为总统讲要去，啊，结果总统伊是一个月前就宣布讲，我要参加这个会哦，啊了后咧，因为总统要过去，所以讲马甲啦，还是讲真侪共和党遐甲总统斗阵做伙啦，讲我嘛要过去，因为这是一个所以讲甲总统亲近的机会，所以讲伫遐吼，算讲伫 DC 迄当阵，为着这个总统会出席这案会，差不多像讲马甲因这个，听讲个逼到呢。对啊，只能讲对迄个2、3天进行一系列的迄个活动，
好，到这个总统要参加这晚会，甲总统到底食暗顿，上高调，嘿。所以伫遐吼，唔单讲记者尔哦，你讲别动嘛，有偌济，所以讲对各地过来，因为迄条仔卡，还是讲金主嘛，拢会到遐去。像讲咱台湾真好一个朋友 Stephen Yates， 伊人嘛伫遐，伊嘛打卡讲，我伫遐，我真欢喜。我看伊面济。啊嘛有包括讲，民进党驻美代表主任嘛伫遐啊，啊因是安怎摕到迄个票？啊当然是马甲的人甲票互伊嘛，讲你要过来。所以讲这个票你讲这做危险，你无法度做一个来看，讲这个人我会当离，这个人我无法离去。伊当下人讲，你敢有票？啊，这个票有啥物 reference？ 吼，敢有啥物人要互你，还是安怎？嘿，啊，但是迄天这是针对会当去暗会场下车的人哦。但是住伫迄个饭店的人，你都无法度做这个管制。所以讲，伊拄好是住伫遐，吼，当然伊应该是。有计划讲，我要先住伫遐，想要做啥代志。但是咧，你无法度讲，因为讲有人住伫即个饭店，我甲人赶出去。啊，但是当然讲，伊是，但是伊都是无伫暗会名单内底，但是本来就是要提前要来杀总统。但是我的观察吼，辛老师，我的观察是，川普的即个风格，意思就讲，伊要所到之处拢是伊的支持者。所以地书就为安产生了一寡困难。辛老师你安怎看？咱看讲为两个来看啦。第一个就是讲美国的维安哦是足好的，全世界上好，因为装备拢足好的吼。啊，不过因平常应该是针对户外的这暗杀活动，伊在做足好的啊，检查啦吼，啊制高点的选择啦吼，拢做得足好的。啊，不过即个是室内。伫饭店内底，啊，搁一个足轻松的活动哦。咱知影其实川普想要透过即个活动吼，想要缓和甲媒体紧张的关系哦。想讲我大概记者会伫白宫内底记者会，叫这卖问问题，叫迄卖问问题，啊无都骂人吼。我感觉是想要透过即个活动来缓和川普甲记者紧张的关系哦，啊，个时代活动，啊，毋过即个个毋是专业杀手，专业杀手当然是讲哦，即个所在啊，你爱去倒位啊，为外远的所在甲暗杀，吼，啊，毋过即个所在是足无方便的，啊，伊就选择，咱知影即个人为加州哦，伊坐火车差不多70点钟到 DC。啊，咧准备这个枪战，啊，毋过伊准备的方法，甲这特勤局伊想的方式完全无共款，嘿，完全无共款，啊，无法度防范啦吼。啊，毋过咱爱问讲，啊是安怎这个人，这款的人想要暗杀川普？咱知影伊有一张纸吼，差不多写1000外字吼，啊，互记者。啊，记者咧访问川普的时阵，有个念出来啊，念这一寡有诶无诶吼，啥物。恋童癖啥货即款的物件吼啊，川普来讲，即款物件你袂使念出来吼。你就知影讲，即个人其实对川普也是共和党吼，因有一寡作为本来就不满。不满了后，伊有甲因妈妈讲，伊有写一寡物件啊，地方的检察单位嘛知影，啊，毋过咱就要检讨讲，是安怎伫即个所在伊收到这。啊，无想讲伊会走去 DC， 伊做即款代志，应该是讲为地方到联邦调查局啊，联邦爱看讲，这跟这有敢有关系？啊，是安怎伊坐火车，伊的目的伫倒位？若讲伊整合性的吼，为中央看着讲，哦，有可能性，啊，其实会使防范避免即个暗杀的攻击。咱知影特勤局伊若要做总统府的时阵，有内卫、中卫跟外围。啊，外围是地方的警察，啊，中卫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啊，内围就是 Secret Service 特勤局。啊，毋过上来指挥特勤局、联邦调查局甲地方的警察，这足重要的。你爱个指挥中心，你爱一个指挥中心，啊，足侪资讯入来，啊，你爱指挥讲，啊，你爱做啥，你爱做啥做啥。啊，咱看到讲，昨个新闻讲，门口敢咱2个警察啦吼，啊，是讲伊为外口去来，啊，毋过拄仔赖老师讲，伊是为楼顶落来，啊，所以伊外口这足松的嘛，啊，等2个人啊，因为大部分人拢入去啊。
啊，要开始啊，要开始就较轻松嘛，讲啊，应该差不多啊。听好，听好来食应该便当啊。在休困啦，嘿，在休困啦。啊，伊就讲，枪做好了后，伊用走的走过去，啊，啊，毋过伊有缺点就是讲，人拢伫遐，你无可能走去上头前暗杀，啊，这是毋是专业的人做的代志，啊，毋过嘛造成足大影响。我看大家拢批落去吼。对啊。其实这个场合吼，因为我若查足侪资料，譬如讲若检讨讲吼，第一，你真侪摆吼，伫 Pennsylvania 的时候，伊 Secret Service 拒绝维安团队所提供的技术甲资源的请求啦。Secret Service 家己有尽家己一套。对啊。吼，啊，我尤其吼，王老师嘛伫跟在大家咧教吼，咱国甲人比起来，是咱的即个思考较保守啊，所以咱较认真在做这项代志，还是讲无人伊的技术甲思考拢比咱较好。照理来讲，那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嘛，是来讲伊的技术啊，伊的经验，吼，伊的社会应用较好啦，吼。啊，毋过但就一点来看的时阵，看到人个老师拢有讲着吼，因为你若说是一个对中央到地方就3层的吼，你的特勤局啊、FBI 啊，甲地方的这个警察的经验，对，这个去做统合的，这个看，通常因为叫做 NSSE 啊，国家特殊时间。国家特殊的这个事件啦，吼，啊，伫这个代志内底时阵，伊较有迄个做通航，啊，像这届这个记者的这个活动吼，基本上伊无认定是这款是 SSE， 白读啦，系对，因为讲啊，迄就是记者办的嘛，不是，毋是总统家己办的啊，是讲白宫家己办的物件，哦，所以伊基本上性质上就排除掉 NSSE 啊。啊，来排除掉的时阵，你就伊的，变成讲我着特勤局处理就好啊，吼，啊 FBI 加减外口看看的，啊，去出去就无啊，吼，所以伊的 level 就无共啊，吼，所以即个嘛咧检讨讲，到底总统参加对一款的活动，吼，应该爱算入去内底 SSE， 吼 NSSE 爱算入去，吼，啊，其实这场应该爱算，为虾米？不止总统呢？总统嘛，副总统啊，副总统嘛，伫个，阿伯咧，嘿，各位员拢有伫个，吼，伊个战争部长啊，对，做一个部长拢有伫个。啊，其实因迄大头啊，那拢规个拢捉落去，对，所以你若讲，你毋是迄个记者办的，你就讲毋是 NSSE， 啊，基本上你即个美国大头拢伫遮，吼，啊，就开头讲的那一粒。迄个手榴弹就好啊啦，来到都要崩去啊！啊，继续讲即个技术佫较差一段，那摕冲锋枪诶，今日你扫射就好啊，啊你扫射几顶过，你就毋知偌济人会有死伤的问题出现。所以来讲，这是根本上对于讲总统的参加的活动哦，伊维安的性质，到底要安怎重新的去即个去看吼，这是一个重点。啊，第二个吼。讲实在嘛是啦，吼，就是讲，刚才赖老师嘛讲着，伊个活动是伫地下室，吼，啊，伊住10楼，啊，对下落来，这是啥物问题？因为因的迄个管制哦，因的迄个维安管制伫金属门，就伫会场遐嘛，会场会几排上一层，哎对，一楼甲地下室，都啊，所以一楼以上都无嘛，哦，啊，伊就冲到1楼，哦，啊，用好。啊，佮冲入去，所以讲变成讲，你这个是毋是你阮叫做迄个拦截点啦？你的拦截点安尼是毋是啊？所谓无够，毋是较快，吼，敢若2站敢有够？无通抽退。嘿，你2站3站，你啊所谓敢有够？因遮侪人的所在，嘿，无通抽退。吼，啊，这就变成讲，你若想看总统做大型的迄个活动的时阵，你可能。外口第上大，对，外面就过滤一遍了，有无？吼，啊，你过滤了第2摆，可能中央佮过滤一摆，啊，会使较靠近总统的，啊，第3场可是重要的遐个政治人物啦、金主啦，有诶无个，所以伊一层一层过滤，互迄拦截点会较快，啊，这个饭店基本上都无做这个代志，吼，啊，上我讲一句火车啦，吼，为什么坐火车？你这无名嘛？无是，对，啊个。我摇啦，迄个枪啊，迄个枪，你无得过，为阿都飞机啦，所以宁愿坐偌久70点钟的火车，为什么？因为你无得坐飞机嘛，对啊，可见得伊迄个是早就有准备啊，伊可能伫加州就买好啊，哦，啊个拆解了，啊慢慢吐，吐到 DC，
啊，过来组装，好，所以基本上伊就是有机会啦，啊，只是讲算是业余人士，吼，机会较无较做好诶，唔是电影迄种的啦，唔是第一迄种诶啦，吼，对，啊，毋过规看起来就是讲，你讲美国诶特警有漏洞无？伊就照 SOP 做嘛，啊，只是讲即个 SOP，但是传播技术的，就是歹势，又唔是技术的，就是传播总统已经唔是一而再而三，对，这应该是爱提高更加皮爱所以定较较早硬的 SOP 刚有效，刚个会使用，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白宫嘛在讲嘛，白宫本来一直都想要家己起一个会议厅嘛，规矩你啥物代志拢当啊，迄个位啊就完全无问题啊嘛，对无？啊，即摆搁要重新去讨论讲，啊是毋是安尼？对于总统，有啦，即摆讲有下令讲，即摆随互你去啊。对，都讲那已经要解冻了嘛，吼，可能说要互你去啊，吼，啊，不过这个代志嘛差足久啊啦，但是主要就是讲。对于川普吼，这款较特殊的，过去3年3届啊，哦，是毋是伊的维安 SOP，啊，佮即摆技术、即摆科技拢无共啊，是毋是？迄个规个 SOP 哦，范围拉更大，哦，啊，时间拉更长，拉越长，啊，对于迄个较多 NSSE 的迄个性质的界定，你也搁较快一些。我有罗老师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因为我拄都想到第一点，就讲为什么伊对迄10楼落来吼，啊行楼梯袂互人看到是安怎？主要是讲吼，像讲总统过来吼，因基本上伊会甲所有电梯吼拢甲关起来。我记应该是今年3月我去印度开会的时阵，啊结果我会记得我是住3楼，啊但是迄个2楼吼。有些芬兰那些总统住伫遐啦，所以讲吼，真爱运动迄个，迄芬兰总统当然人看就阳光啊嘛，拢笑笑。啊，但是迄当阵大要坐电梯，无法度坐啊，因为伊迄2楼讲，都是讲全拢甲炸起来，拢无人那坐电梯。等即个芬兰总统落来了，大家才会当坐电梯落去，也是讲要去哩。所以迄当阵变安怎，每一人拢行楼梯，所以楼梯你无法度甲人甲炸起来。所以底下变成讲啊，想讲楼梯是嘛爱有这个那个安检啊，无可能啦。你也是讲你冲起来，我伫遐规饭店遐几千人，可能起码几百人拢扎伫迄个所在，大家无法度一定大家会迄个算讲，你该变啊，嘿，甲你变啊嘛，对于饭店吼会投诉啊，饭店以后嘛无想要接你的这个客。所以吼，有的时阵你也是看，这毋是讲个维安尔，啊嘛有讲咱是借别人场地嚟遐用，啊借别人场地有时阵你嘛爱就是爱就这个场地伊本身的这个空间，啊甲这个借人的会所吼，人是安怎做代志，你袂当互人伤过，因为客随主便呐。对，你袂当互因就歹处理啦，吼。所以讲有的时阵嘛不好处理啊。我应用你嘛出国采访真济吼，咱啊像阮出去采访这个国家的元首的时阵，迄维安是足烦的，烦到互你这么边仔的占涂骹好，是要舞到当时。但是这我有问过这现场的一寡记者，讲无呢，这张票啊就撸入去就好啊呢，完全身份证啥拢无呢。嘿，其实这维安的问题吼，就是讲，较我老师拢有讲，就是伊的金属探测器是伫个迄个演讲的会场的门口，伊毋是伫饭店的门口啦。啊，所以讲，这就是讲，这关键就是讲，你若是要保护总统的安全吼，你愿意牺牲民众伊的方便到啥物程度啦？就是讲，你若是要绝对安全，就亲像讲，你着饭店的包场嘛，你就是你就是讲，你袂当开放互外口的人入来住嘛，就是可能爱提早包场，可能规工也是安怎，就是甲净空啊。啊，毋过这就是这真无方便嘛，啊面饭店可能嘛无啥愿意嘛，所以这就是讲即摆有咧讨论啊，就是讲可能以后是爱扩大对总统的保护的范围，啊毋过就是讲这边界伫倒，这可能就是搁爱去瞧。啊，煞来就是讲吼，其实我搁有看到一个点，就是讲，迄请开了以后呢，就是你互人保护出去的第一个人，其实毋是川普，是副总统万斯，所以这有互人
去问讲啊，是安怎先互保护出去的，毋是川普是万事。啊，当然川普是讲，因为我想要留来看，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是啥咧开枪。啊，所以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事实。啊，毋过就是讲，你会当看到，就是这代志发生了后呢，所有的人伊互保护出去的时间，啊，佮有这顺序是做乱的啦。就是讲到川普是30秒，啊，毋过刷来。卢比奥交战经部长，伊互保护出去的时间是已经经过150秒，已经3-4分钟啊。嘿，所以这互人讲，这你啊，而且吼，这真歹势，女性吼，都做地上后尾办的啦，啊，互伊当要家己赔啊。系啊，所以这就是互人骂讲吼，你其实你应该是做一个部门来做这慰安，啊，毋过你。做明显你无事先试过好嘛，就是你到底是 SOP 吗走啊？是安怎？是啥物人负责啥物部分？这做明显就是无超过，嘿，无超过，看起来是。啊，有个 move，应该照你讲是要完拢爱大条爱出去嘛，是毋是王老师？是，我补充一下吼，照讲是安尼无毋对，应该叫应该川普先出去嘛，啊，万斯克出去嘛，啊，可能个卢比奥啊，个谁像嘛，无，因为即届我了解状况是安尼，是因为伊特勤局是一个不好一个嘛，你总统有总统的，副总统有副总统的嘛，啊，所以一变落的时阵，大家就发枪。啊，发枪了变成安怎？啊，个副总统迄个可能冲较紧啊，伊就是去啊，嘿，啊，可能总统较慢几秒啊，就较慢就是，因为这是他讲的，这啲就是无几横向的联系甲整合，吼，啊，这无整合了，佮即马佮出现一个问题，有一个片叫做指定幸存者，唔知大家有看过无？吼，伊就是讲啊，美国有一天就是总统啦，啥物人拢伫国会质询，啊，国会规拢变去，拢再来剩一个吼，哇，因为无去，因为上尾一个，啊，即嘛咧讨论讲，像即款场合，啊，讲遮济大官拢过，安尼敢有适合？吼，总统也过，副总统嘛过，国务卿也过，啊，那真正是一个单咧，规拢崩去啊，所以嘛咧讨论讲，是毋是爱？重新检讨因实在迄个指定幸存者的制度，吼，无一间遮侪人伫遐，吼，一间拢总了去，嘛做迄嘛做害的。是，罗老师。当然吼，我讲即届因为主要是讲这是对来讲这欢乐一个活动啦，所以讲大家拢想要伫遐嘛。对。啊嘛，唔敢讲本来要甲川普做伙，啊，算讲其他的即个算讲想要。选啊，想要伫迄川普边仔的人嘛，想要甲因的马甲这群众斗阵做伙啊，所以讲大家拢想要伫遐啦。所以意思是讲吼，无论讲这毋是讲你到底会当指定什么人买去，啊，因就是拢想要伫遐嘛，造成这个状况。啊，家己当然也川普伫遐嘛，无讲啊，我伫遐，所以讲副总你袂当伫遐，伊就无就拢来。啊，总统安尼讲，你敢袂当反对，较无法度。啊，但是我讲到这个一开始，算讲人讲副总统先走，啊，迄总统了后才走吼。我会感觉讲某一个可能性是讲，你看吼，因迄个撤退的门完全无共款，副总统行迄正手边的门，啊，总统行倒手边的门，所以表示讲伊实际上事情是有已经协调过，应该倒一个人要对倒位行，吼，很明显。啊，但是吼，有的人是讲，有的维安技巧是讲，一开始 shot fire， 吼。的时阵，那个你也是讲第一个先走，可能会迄个引起那个对方埋伏的另外一个追击，对这个真正的这个目标来发动，所以讲就迄副总统先那个先过去，啊，总统底下他先有些人墙底下，你受伤罪嘛真麻烦嘞，徐老师，这尤其吼，川普5月14就要去中国啊，这摆敢会受伤罪？像顶摆安尼摕迄个骹球卡网安尼吼，当面啊，甲中国的这摆这个维安可能会提悬哦。咱先看即届代志啊，咱看着讲。第一个就是讲，川普本来无要参加，后来参加。第一个啊，就是讲伊要参加，啊，副总统敢搁爱继续参加啊。拄啊，赖老师讲的，内底可能足侪金主的吼。啊，你当然这难得机会，你看到遮的人，当然你以后你若要选举遮的人，当然即个是上重要的场合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其实拄啊有听到庆声的时阵吼，大家拢想讲是迄盘啊落落来，迄种声。所以咱看到讲迄个朱麒麟甲川普甲因太太拢拍伫咧桌仔顶看，到底什么代志？啊，敢真正是枪？
后来确定了后，咱看到咱两个人带川普甲因某为即个所在出去，出个时阵足紧张的嘛吼，后壁佫一个主持人伫后壁，互迄个川普都摔倒。毋过迄个副总统就为即个位，为正面即个位来走，毋过咱无看到几个特勤来带赫格塞斯还是范斯出去，咱毋知影讲是即届特勤人员较少还是安怎，毋过因足紧的反应就是讲有 CAT 就是讲全副武装的人足紧就出现啦。甲以早看都无啥共款啦。因这个人应该是藏伫倒一个房间，还是啥物所在，紧密的状况的时阵较出来。毋过即个足紧就出现啦咱毋知影讲伊内底人的问题，还是情绪的问题吼。毋过你拄仔讲到一个重点啦讲若川普去中国访问，伊要带几个人？美国的人要带几个人？中国的要准备几个人？美国的甲中国的敢有啥物协调？安怎整合？第一就是讲，若是两个人见面是国宾馆、中南海可能较无问题，因为中国拢控制啦中国我无相信讲中国会用即个场合创啥物空，还是要对川普安怎啦我想讲即个维安应该无啥物大的问题啦。但是顶摆就是为着迄个核子武器的这个卡网，干咩啊？什么推桥袂好啊？即尤其即摆伊朗的代志，还袂推桥好呢。无得到5月10日还佫无好呢，王老师。是冇对啦吼，维安基本上我赞成陈老师的观点啦，就是讲伊若伊安全啦，伫中国基本上无啥物代志啦，因为中国嘛担袂起啊，出啥物代志都担袂起。毋过川普烦恼的是啥？或是讲美国担心是啥？是讲你互人窃听无？你的有诶无诶物件，你开的时阵，有人偷偷甲你装一个后门无？这会记得无？其实我有美国甲中国应该拢共款啦。这总统若出国的时阵，迄个车，因坐的车，基本上拢家己揸去的，基本上毋是讲坐中国提供的车，你迄台车内底到底唱啥、囥啥，你拢毋知你就想讲，你就会记得迄个金小胖因若出国的时阵，不知所有的物件，连大小便都捡起来，因为惊伊的个人的对，迄个生物的体质会互人查去，所以基本上美国会烦恼的，毋是讲你的安全有问题，像即届这个事件，会烦恼是啥？会烦恼是讲你互人嘅窃听无，互人有诶，你会互人对特殊的方法去在你的设备当中去设计后门内底无，所以这是伊较烦恼的所在啦，毋过看起来美国对这款的代志的处理，可能伊的经验、伊的科技，已经拢比这款维安更较好啦，所以基本上我嘛承认，你对安全来看的时阵，基本上电脑安全去中国基本上，干那烦恼中国政府会出会所以咱川普会当讲，伊敌人就在本领时。伊电脑伫国内 United States，lots of enemies， 系咱来讲但是毕竟还是去中国，中国伊一摆伊朗的代志，佫传出来讲，佫有即个影子船队，佫要美国佫要制裁，这项代志若无推敲好，那去访问的时阵。会感觉真碍叫袂？还是讲无啊？川普是即个面型啊！我碍叫是你若无，我若无碍叫就是你，是即种吗？我是感觉讲这伊朗的问题，即马美国应该已经是较安心啊啦，就是比一个月进前啦，就是因为一个月进前迄军事的冲突的程度是搁较大啦。毋过即马就是变做是一种持续的。施压的情形，就是讲，伊当然是，伊即马交美国就是2点超袂落嘛，就一个是霍布兹海峡，伊就讲，反正我就是以后我要控制，我要收钱。第二个就是浓缩铀嘛，浓缩铀，咱若一开始来看，其实去谈判迄外交部长，佮有这议长，因其实是会当让啦，伊就是讲好啦，无咱来讲时间啦，就是讲看是爱几档袂当来制作啦。毋过就是讲因讲的物件，无准算啊，无准算啊，就是强的派叫我
就是革命卫队遐的人，迄就是讲袂当啦，这何议题他会当提出来讲，你才背骨咧。啊，所以就是讲，即马就是安尼嘛，就是美国是安怎要嘛来反向来。甲好不珠海峡，就是甲伊朗的港口甲锁起来，就是这嘛是一种就是相互的保证毁灭，就是讲被伊朗伊就是用这条牌要甲美国来就是讲画帕拉肯，啊美国嘛是用封锁的牌，要来甲伊朗来施压，就是讲吼你一定爱让淡薄仔物件，你袂当讲吼，就是你啥物拢无爱让，啊，你着要互我无爱拍你，安尼我毋是满面全倒会，啊，所以就是讲即马咱会当看，就是伊对。中国的影子团队遮的制裁吼，就是我感觉伊当然这是要互中国一个蛤蟆尾啦，就是讲因为伊煞来要去北京访问嘛，啊，若是伊弄即条牌，伊会当安尼先拍出来，伊就是讲啊，我来访问哦，就是我有一个。你即个物件，你就无法度叫我来迄种威胁我啦，就是韩国，嘿，就是今仔日是我来威胁你，毋是你来威胁我。对，毋过吼，就是讲，这对中国的影响，我是感觉。这对伊朗的影响应该是较大，就是讲这伊的脉络应该是讲，这是川普对伊朗的经济的施压的一部分啊，就是讲伊已经把伊朗的港口给锁起来，啊，所以因为讲伊朗伊大部分的油拢是卖去中国嘛，就是用这影子船队，啊，佮有这做小型的炼油厂，就是来处理这种物件嘛，啊，所以佮伫讲伫做个所在去开迄种。一次性的信托的账户啦，就是即以前的遮大部分的这账户的物件，其实是阿联来帮伊朗来处理。嘿，啊，毋过因为即摆阿联甲伊朗的关系就拍歹呀，所以以后就是讲伊朗可能嘛爱找别个所在来替伊来洗遮个钱啊，所以我是感觉讲。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啦，就是包括讲吼这洗钱的管道甲锁起来，啊，煞来个。这港口嘛，甲锁起来，啊，所以即马搁制裁中国的这影子船队。其实我是感觉伊要施压的上主要的对象应该是伊朗啊。啊，毋过当然这嘛会当互北京一个蛤蟆尾是无毋对。啊，毋过就是讲吼，这中国伊买的油吼，确实有差不多10%，还是10%到15%是为伊朗来。啊，毋过伊这油伊毋是全部要急用啊，就是讲伊嘛有一寡是做战略储备啦。所以呢，就是若是即马伊为伊朗会当买到的油较少啊，伊会当去换美加嘛，就是伊会当去交罗西亚嘛，还是个交沙地去买嘛，就是其实你若甲伊朗的油甲这制裁。较严重一个，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来讲，毋是会有绝对个甲，毋是有做直接、做明显的影响啦。就是短期来看是安尼啦。啊，毋过若长期来看，这可能会改变中国伊的能源采购的配比啦。就是讲，这效果毋是马上会出来。这效果若是马上会出来，应该是对伊朗较压力较大。较明显。嘿，较明显。对。但是吼，罗老师，因为进前大家都一直讲，川普压力，川普一定爱在去到中国访问进前，甲伊朗的代志甲解决等上。即马看起来要解决可能较困难，但是某种程度，伊嘛一直讲我一定解决啦。啊，这有解决无解决，对中国来讲，敢有差？中国反正我即马就我死滴物件滚水来烫啊！你来我就是安怎？反正你来我就是来者是客，我来处理。啊，我也袂要紧，是这种态度吗？还是讲其实因为另外有agenda来的时阵要讲另外一项代志？因为迄个川普要去中国，甲习近平讲的代志，应该甲伊朗是无啥关系。所以讲这甲伊朗，中国根本就无讲遐尼关心到底这个川普过来时阵是不是伊朗结束？是美国本身想要讲。我卖一个人吼，迄两项代志一直咧伫遐操烦啦吼，所以讲结束一项代，所以啊，人专心来处理甲中国之间的迄个对话，可能较重要。啊，即马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第一点就是讲，美国甲伊朗战争已经差不多已经无咧拍嘛。第一点，美国即马嘛无咧拍伊朗，当然讲有停火。但另外一点，伊朗嘛无对即个其他的像讲保安的迄个国家哦，开始来发动攻击。
即摆一个问题，敢若是讲伊拢想要封锁即个人讲即个海峡，吼。啊，美国讲你到遮来，你要甲我封锁，啊封锁的时阵，你阁想要甲伊抽钱抽税，所以讲我规气我甲你所有伊拢港口拢甲伊封锁起来，看你是要安怎嘛，吼，用经济的即个制裁方式，叫伊起码要甲即个海峡爱甲伊放互开。所以即摆双方之间的即个主要问题就是伫遮。啊，当然要想要达到即个状态，就是讲开放海峡啊，加即个放开即个封锁，算讲爱有一个算讲和平的即个谈判嘛。啊，谈判到即摆大家瞧无好。啊，伊拢家己本身来讲，即摆应该是即个人讲革命卫队吼，因的人控制所有的所在，所以讲进行排出来，所有的像高官啦，是讲伊拢无遵守，拢无遵守。啊，干那我爱的人才有法度，因为即摆伊拢上悬的领袖，伊少年的时阵，差不多16岁、17岁的时阵，伊走去伊拉克咧，迄当阵伊拢甲伊拉克两个国家咧战争的时阵，伊走去遐做这志愿军嘛，咧帮这个咧替这伊拢伫咧烧台。啊，伊做志愿军都是加入什么款的？都是加入这个卫队啊，共和国卫队啊。啊，卫队迄当阵伊会赢哦，你讲。营长啦、副营长啦，讲伊个连长吼，即马诚侪拢是即马个指挥官也是讲伊上信任的即个算讲顾问嘛，吼，所以讲当然因为即个卫队，因为即个人的存在，所以讲互即个卫队本身的迄个声势更较悬，伊迄个权力即马变较大，嘿，啊，即马所有的问题都是伫即个卫队伊无想要让步，因为卫队一直想讲。啊，传播你看国内的这个支持遐尼弱哦，啊，也算讲国内差不多超过60%，反对要对伊朗发生战争，啊，这个美国经落你就输啊。嘿，对，我会当安尼来用你嘛，反正美国你嘛唔惊，你嘛惊讲你会派这个部队来登陆伊朗，哦，啊，当然嘛知啊登陆真伊朗，我真正我就会错起来，啊，但是我嘛迄个。算讲，你绝对唔敢派你的军队入来，因为过去伫伊拉克的迄个经验实在是对因来讲伤过恐怖啦，嘿，啊，即摆大家的迄个算讲，都伫遐吼，一直都无法度激掉，激掉。啊，我是感觉讲，即个状况差不多应该伫1、2礼拜会有改变，因为为什么？就讲即马传讲，伊拢有走去找迄个罗西亚嘛，啊，请迄个罗西亚要讲啊，伊要来处理。为什么找罗西亚？真正毋是讲跟巴基斯坦伫遐来，算讲美国甲伊朗的即个谈判，这表示讲伊朗实际上认为讲靠迄巴基斯坦无啥路用，伊反倒认为讲，因为川普甲即个。普丁吼啊关系袂歹啊，伊感觉讲川普甲普丁吼，既然讲美国甲罗西亚的关系无讲遐尔歹，啊无我规气我请罗西亚来做这中间人，吼来替我甲美国来讲，所以讲变成讲下拢实际上嘛有咧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另外一个管道，想要进行这个谈判，所以我会认为讲，因的这个这僵局袂讲伤久啦。徐老师你安怎看？咱看到即马僵局的关键就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啊。其实伊朗即马讲啊，你美国你袂使封锁啊，你无封锁我较要谈判哦。啊，毋过美国来讲哦，从以早伊的谈判的关键的两个嘛，第一个就是浓缩铀问题，第二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哦。后来战争了的伊朗开始封锁这荷姆兹海峡，因为伊的目标就是讲我封锁这个海峡。啊，会使互全球油价起来，啊，起来了后会互川普足大压力。啊，毋过美国讲哦，你要封锁我，就来封锁你。啊，伊采取讲我伫暗慢甲你封锁，想讲互伊拢压力，互伊经济歹，互伊无钱，啊，较要接受这个谈判。啊，即马就是讲，因为革命卫队的关系，啊，伊的立场敢若足坚持的，啊，坚持讲无你爱先解除封锁，我甲你谈。啊，即马就是讲，向来决定即个红线，向来决定讲要谈啥，啊要接受啥吼。即马咱看到讲，其实昨吼，伊拢有一个影片吼，一个所在因建立一个烈士的一个壁吼，内底有过来相片莫兹塔巴的相片伫内底，有人讲啊，这个壁吼应该是
已经4个人开始做烈士，啊，那有莫杰塔摆橡皮伫遐，啊，想讲，莫杰塔即马敢有伫诶，啊，即马就是讲，即马关键就是讲，即马伊拢内底上上大，啊，上会使决定代志，若无就是讲，无人会使决定，啊，毋过这边的上大，因有军队又有钱，所以革命卫队咧决定这啊，坚持这红线，要甲美国来谈判，啊，美国要安怎啊？咱看到讲美国即马可能啦吼，伊即有才调会使叫以色列讲，你莫拍真主党，即马咧谈判，你莫拍，以色列真正听伊的话，即马川普就是讲，我透过各种的制裁行动、封锁的行动，互你伊拢无法度挡会调，即马要和我谈判，即马看起来敢若无啥物效果，对，无啥物效果无啥物效果川普敢会？各一届用武力、用攻击手段，我是感觉无一定啦毋过，我是感觉无一定就是讲爱看伊拢内部的问题。咱看就讲，普丁是甲迄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咧谈啦要谈啥呢？我毋知，毋过有可能就是讲，因为讲伊要去谈，咱看来讲，即把文人呢，拢失职，也是拢互软禁，拢政变拢关起来。毋过外交部长会使去罗西亚甲普丁谈判，表示讲，即马可能因拢内部伊已经有计划对罗西亚要安怎做，对美国要安怎做。若是真正是安尼我感觉可能美国爱改变伊的策略。好，那王老师安怎看呢？他新老师讲，有可能在动用武力搁再处安尼吗？上无去川普去中国进前，我看即个用武力的即个选项较可能较无啦，对罗西亚来讲起啦，伊较多讲罗西亚甲伊朗的关系嘛，所以有一个消息是咧传讲穆杰塔巴，就即马应该是因头面的头人啦，可能是伫罗西亚。也是互因保护咧，所以讲基本上你会看到讲，伊拢嘛看到讲，你即马川普要去中国，中国为着要迎接川普，所以基本上伫伊朗的问题上面，就卡到老师讲的，伊嘛无方便做伤济即个支持，出手，无法度所以转去罗西亚，你看即个罗西亚，等于讲对罗西亚来绑，绑啥？绑俄乌。甲即个人的荷姆兹即个海峡，两个绑起来，对美国来去讨物件，来讨，来个互伊压力，所以基本上这嘛是大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啦。所以我看至少这半个月、一个月可能是单是上重要的代志，一个单是单啥？是你就有这个海峡的问题爱做伙谈迄个浓缩铀的问题爱做伙谈是。分两步，分两期先讲石油的问题，先讲海峡问题，搁来讲浓缩的问题。看起来，即摆看起来美国是想要摆用两期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这就共同来讲，为什么特别美国去查即个所谓影子舰队，去查遮伊朗的这个船走去中国卖石油的这个船，为什么要安尼做？就是要甲你叫中国甲你施压嘛。伊朗嘛，甲你施压嘛，就讲你我若金流登去的时阵，你革命卫队你有钱无钱，你嘛挡袂掉是对这条来去挡这钱向互你的，看起来就是中国遮表面上是企业拢无在遮的企业，所谓民营企业优秀的做的嘛是，也是去卖互中国大企业嘛是卖给中国政府所以基本上你若这条登去。第一对中国有压力，第二你若伊朗的伊朗的这个金流登去，伊可能挡袂掉时阵，这海峡就愿意甲你倒来判，愿意甲你开放。这条就弹落来，第二条浓缩铀过来倒，因为这代表这有效有效的时阵，石油有效，浓缩铀嘛有效，对你革命乐队这个压力嘛有效。安尼看是安尼，安尼看可能是暂时是安尼啦，毋过。就曾老师讲的，你唔知什么时阵会擦枪走火，佮舞起来，这都唔知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难道川普拢唔惊其中选举吗？伊无时间压力吗？看起来伊还佫有通去参加暗会，还佫咧秘小做，
像你安那看讲，伊对其中选举的考虑是啥？讲还未到竞选期，所以袂要紧。但是我6月中一定要个结果诞生，还是讲伊无时间的因素，拢唔惊这国内的反对吗？我是感觉伊会较紧甲伊拢的战争甲停落来，应该是有真大的这其中选举的压力啦。啊，毋过我是安尼感觉，伊应该是想讲吼，伊拢这伊的逻辑就是我先止损，就是虽然无随来解决，啊，毋过吼，我袂当互即个议题一直甲我的民调来扣分啦。啊，所以呢，伊就是想讲吼，好，阮先甲可能的地面行动的可能性甲取消去，啊咧。马甲因即阵人就讲哦，水啦，即摆咱袂倒像伫伊拉克交阿富汗共款。啊，毋过这油价问题吼，我看起来川普一开始应该是做欢乐，啊，毋过伊即摆佫用封锁伊拢会港口即步吼，看起来佫这亲像是无啥欢乐啦。伊应该是想讲吼，袂要紧，因为这油价若是这好不足海峡封锁久啊。应该大家会找别个路线，就是伊可能是咧跋济啦，啊无应该无可能讲是，你佮甲伊拢个港口个锁起，啊，互油价佮一直起哩，啊，你佮感觉讲安尼袂要紧。其实我是想讲，伊可能是认为讲油价这物件吼，这应该是市场的恐慌的情绪较济，啊，其实大家是无缺油，所以伊可能是咧跋讲，这市场的情绪吼，可能会慢慢啊来提起，啊，煞来吼，若是即条战争吼，伊无。变做是第二个伊拉克吼，那那可能吼马甲因就袂遐俗气，啊，我就会当先顾我的基本盘，我是安尼想，伊肯定是安尼看，啊，毋过就是讲，若是亲像较多老师讲的，就是若是这伊去北京转来了后吼，就是因为讲伊去北京转来了后，伊一定会去讲哦，阮有外交上啥物成功嘛，咱中国交阮的合作甲真好嘛，啊。工作的物件嘛，啊，咱美国的大豆啊，其他物件都会当卖过嘛，啊，所以伊这物件得当转来内底来做宣传啦，啊，所以呢，就是到迄个时阵，咱会当过来观察讲，就是迄个时阵看民调是安怎，啊，毋过为即摆来看，川普的民调迄个是真无好啦，就是像即摆的像枪击的事件吼，其实进前伫2当前。2024年7月的时阵，因为迄个时阵等你选举嘛，啊，川普互人开枪了后，伊的民调是而且冲到足悬，啊，毋过即摆看起来是无足明显冲到足悬啦，就是一开始佫有人讲哦，即摆川普的民调有着伤无着伤有差啦。嘿啦，应该是安尼，就是一开始人是讲哦，即摆因为伊拢会战争吼，这川普的民调是真歹看。啊，看敢会当用即摆的事件来甲补一下，啊，毋过看起来是无补偌济，就是安尼。啊，煞来就是伊拢的这个物件，这本身吼，伊去找罗西亚这个发展吼，其实罗西亚伊本身伊进前普丁就有讲过，就是讲伊愿意来帮伊拢这处理这浓缩铀的问题啦。就是伊其实是想要甲即个代志甲锁落去，就是因为伊拢伊即摆看起来伊是无啥愿意接受讲咧浓缩铀个。叫美国提，叫美国提，所以呢，罗西亚伊边是讲好啦，啊无浓缩铀的问题是爱解决，啊无你会当交互我嘛，安尼你有面子啊，美国嘛会当落台，安尼大家拢无代志。这其实这是我是感觉这是罗西亚伊一个无法度之下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就是讲因为伊即马人就调伫咧屋起来嘛，伊就是走袂开卡嘛，所以进前亲像迄2024年叙利亚伊来变天的时阵，其实罗西亚无法度做啥物代志，啊，煞来佫是亲像委内瑞拉马杜罗去互美国掠走，其实罗西亚伊嘛是用笑讲，你除了骂了后，你除了谴责美国讲你伤害别个国家的主权以外，其实你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嘛。啊，亲像即摆嘛是，伊拢即个代志嘛是，互罗西亚面临即种怀疑啦，就是讲你伫讲你是伫中东有你的角色嘛，有你的存在嘛，有你的国力嘛，有你的影响。啊，毋过即摆你的盟友一个互慢起来，就亲像叙利亚，啊，即摆搁轮到伊朗，啊，其实你好像无法度做啥物做有路用的代志，所以即摆我看起来就是。虽然伊拢的外交部长是飞过，还是应该是想要交普丁讲好啦，看外交用啥物方法。所以你较乐观哦。是讲会当讲出来嘛？我是感觉这浓缩铀的问题，关键佫是咧伊朗的内底啦。就是若是这边位置唔肯甲浓缩铀交出来，安尼罗西亚伊要收嘛是无路用啊。
哇，老师，咱他拢咧讲哦，川普啦，啊，甲这个伊朗啦，其实真侪台湾人会关心讲，川普去到中国，敢会讲到台湾的代志，还是讲习近平会甲讲，兄弟啊，你著要讲一下台湾是安怎，啊，甚至啊，有人较悲观讲第四公布会出来，老师安怎来记，安怎来看？因为主要是讲，迄个川普啊，甲迄习近平吼，伊对这个会面，这个对话吼，两个人的迄个期待无共款。习近平想讲啊，我将这物件是最重要的，安怎来迄个算讲设定中国甲美国关系未来吼百几年吼一个基础这款的。啊，迄川普就讲啊，到遮来，我迄黄豆你爱买啦，啊，我迄波音的飞机你爱甲买啦吼。啊，甲迄个我的农产品，你才嘛甲买啊！你甲我答应遐尼济，应该爱买。伊想的是遮的物件，所以这到时阵就是讲啊，习近平伫迄个时阵啊，甲伊讲这大，即个美国甲中国到时阵要安怎来迄个管理世界和平。啊，川普讲到底这个物件你要买哇，无要买？我讲到时阵迄对话边安尼，第四公布较无可能会出现。但是当然是爱注意啦，讲习近平吼，还是讲啊，无咱两个斗阵做伙，啊无咱秘一个小房间，其他无聊拢无伫。啊，到时我要叫你讲啥，川普可能敢会好啦。